彼得前書，彼得前書第1章。我是彼得，耶穌基督嘅使徒，我寫信呢本上帝嘅選民，就是嗰度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家、亞細亞、庇推尼各地方避難嘅人，你哋所揀選係照阿爸上帝所預定嘅旨意，通過聖靈上做聖潔，來順服耶穌基督。本期嘅係結槍，願上帝豐豐富富賜恩典平安本你哋，頌讚歸本愛哋主耶穌基督嘅阿爸上帝，照佢嘅大慈悲，通過耶穌基督對死復活，佢將新嘅生命賜本愛哋，本愛哋有生嘅盼望，來承受上帝為佢嘅子民所保留嘅豐富嘅福分。佢為你哋保留在天堂嘅福分，係唔會敗壞，唔會打垃圾，也唔會消失。呢個福分愛賜本你哋哋因為信上帝蒙佢大能保守嘅人，本你哋承受嘅已經準備好，在歷史嘅革命愛實現嘅拯救，所以你哋愛太歡喜。雖然因為種種嘅試煉，你哋也下可能暫時會有憂愁，也係愛證明你哋確實有堅定嘅信心。為消滅嘅劍呢，還用火來煉，你哋嘅信心比劍呢更加貴重，當然還靠愛受考驗來堅定。本你哋在耶穌基督顯現嘅日得到稱讚、光榮、老尊貴。你哋雖然冇見過佢，仲係敬愛佢；雖然你下看佢唔多，還係信靠佢。所以你哋就有無法度表達嗰種滿有陽光嘅歡喜，因為你哋下兩數信心嘅效果，就係你哋靈魂嘅得救。論到了拯救，眾先知早就詳細查考研究過了。佢哋12年上帝所愛賜本你哋嘅恩典，佢哋查考愛啲基督嘅靈在佢哋地背所指示嘅，就係基督天出愛受苦，後來一天會得到榮光。兩個預言會在馬街時節那一種情形之下來實現。上帝啟示眾先知本基督啲基督嘅工作，並唔係為自家，係為你哋。基督所講嘅兩條事，兩下已經通過福音嘅使者，依靠對天堂來嘅聖靈傳本你哋咧。兩條事連天使未親想愛查看。所以你哋嘅心愛準備好勢，愛堅強，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嘅事，所愛賜本你哋嘅恩典，愛做聽從上帝嘅旨意，唔好本私欲喝止，像你哋頭擺昂當無知識嘅世界一樣。呼召你哋嘅上帝係聖潔嘅。你哋也天出愛在一切所做嘅事上聖潔，因為聖經講，你哋愛聖潔，因為我係聖潔嘅。你哋祈禱嘅事，含嘅照人嘅行為，用同樣嘅標準來審判人嘅上帝做阿爸。咁樣，你哋在世間做理學嘅日嚟，就應該愛敬畏佢，因為你哋啲。你哋對祖先所傳嘅為敗壞嘅生命中得到釋放，所付上嘅代價係乜嘅？並唔係像金元呢度為敗壞嘅東西，係基督寶貴嘅血，而係像獻祭所用無缺點、無垃圾嘅羔羊一樣。在世界創造以前，上帝已經先揀選基督。
愛記在了歷史嘅末期，為耳朵來顯現。通過佢，耳朵相信嘅使佢對死復活有屬佢榮耀嘅上帝，因為咁樣，耳朵嘅信心留盼望係當今在上帝嘅地位。呢下因為聽從真理，耳朵已經使自家成做極強嘅人，要真實愛兄弟姊妹，就應當對心底彼此熱心相惜。因為耳朵得到重生，唔係對個會敗壞嘅種子生出來嘅，係對個唔會敗壞嘅種子，就是上帝由生命長存嘅道理來嘅。像聖經所講，大家人攏總像野草窮樣，佢哋嘅用法全部像野花，草會枯燥，花會赤體，總係主嘅土永遠長存。呢套就是個傳本耳朵嘅福音。